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机场有一台白牌的租赁车，也就是黄牛，伫个机场咧载人客，航警发现准备要甲乱检，结果这个黄牛无咧插后车厢的门，也未关好，就加速度打油门白内容，差一点啊，就弄着航警。一台白牌车插伫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，加速倒将人客搁落回球区放入后斗。 看起来真大声，也过其实这个驾驶是黄牛。驾驶将车门关起来，甲人客同齐上车。也过伊发现头前有航警，而且航警也看到家己，驾驶完全无被插，伊后斗的门关也袂把，油门打哩都紧顺。斟酌搁看一下，航警当时就徛伫车的附近，就差迄一丝丝啦，险啊，就互车弄到。真的太危险，应该会选择就是类似正规的那种黄牌的电车。对对对，就是有政府规定的，会比较好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2点外，航警看到一台小客车伫发角惠安线所在违规咧招人客，员警要求驾驶停车。 也毋过驾驶心虚，拒绝临检，驶车逃走。违规招揽揽客之行为，函请民用航空局裁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款。其实桃园机场有真侪违规载客白牌车，真正发生有车违规载客拒绝临检，将弄环境红开清的事件。在过程中，有一个香港籍的女乘客对车顶摔出去受伤。 所以，针对黄牛违规载客现象，航警局强调会加强查缉，幸福国门一个安全的环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